是讲，哎，马改讲哦，就是叫你个贪马改呢。能够在意识了嘞。13苍蝇了，用安难等啊！哎呀嘞，小怎么继续讲啊？继续落水了。水木啊！牛角山啦！你啥现在当苍蝇拄唔掉咧？牛角山好死！其实啊，拄到安尼事情，其实，你讲嘛，你讲嘛。好，书都在不用好的。冇苍蝇咧，好，其实拄到安尼事情啊，太敢三斤重啊。那建议太敢对老林沙先公开的，因为啊。一般人去可能要唔提供去昆天市场，无做去头部卡冲过的上，要安排要炒多便宜啦。哦，市场阿妈问阿婆基拄到来清气，可能系细朋友伫个招啊当苍蝇记到唔滴，袂炒到了下个硬系无。不过讲到了素饮，你要用法去团，嘛个系素饮咯。一般来讲，你有讲噪音，其实其迄用的判定迄款质价啦。系哦。那迄吃豆芽的上吼，动态上无出动。本来糖豆都唔爽快的情形，它主要可能是噪音啊，主要是主观的感觉。主观手机矛盾是动态上的是动谁上，所以爱起到动送痛情丝是超动应该上色手机了。系啊，大家做上看了，前面还有只动西上的上，结果其主安尼一层一层出油，然后动久，你会吃到动唔爽快。嘿，主唱唔下动门内上安尼。我那样佢发出来上动西，不过佢喺多年义工旁边安尼见比来比去，真紧动草呢。安尼情形没有可能算噪音。嘿，唔讲咪创下糖冻因讲了粪肥超过几度，是会饭都发挑系么？系啊。就安用嘅情形，嘿，爱你下冻上冲就挑过送不你。怎么感觉很不情愿？不管我要唱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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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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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嘟嘟嘟嘟嘟。你看日本篮球，係唔係要超過該分貝呢？係愛迄不管佢太上西上啊，愛就是都一天係噪音。愛就係用英講嘅啊，因為年紀老，你分響該發條係超過幾多分貝人算啊？好啦，認真老大家講，一般來講啊，你就係用50到70來做一個分界線，50分貝以下嘅上哦。像你一般的功法上，其实大家不会有特别的感觉啊。从50到70的上，以为你就会吃到有一些胎上，那你会有一些某松块。就都超音。迄到70分比以上的上，很多动态上的上音，其实就长期下来就会不你吃到有一种焦躁不安啊，会影响心理状况。手机应该挑战宠该够了，不你焦躁不安的黑猫。噪音。哪有这样很认真的讲噪音？噪音。我可以下次会唱好听一点，这个自己会。该你拄到安用爱清晰，没做在手机而拿出来是录音录下来去举证吗？做在安用音吗？其实我迄无建议大家安尼做。所以用会做唔得。因为简单来讲，声音的测量虽然讲用咱的手机做测去分贝数，不过真的从法律来讲的话，其噪音的其标准值用的，其不单纯只是分贝数。
像你有做会看到啊，行政院环保署加掉，其实有一张住商音量标准值的规定啊，大家做会看到，其实会不会下来给只单位其实里面没下分贝啊，伊会写均衡音量，唔系分贝。系啊，还有啊，一般你就去甲用数据的量的给机器分贝数的给测量，其实也不是专业的机器啦，里面有经过校正啊、检测，然后也要测量的时候，其实里面会考虑到周遭环境的环境音量它是一个很专业、懂复杂的事情啊，不是说某建议太甲去甲用按你量的注意检举啦。哦，所以拄到安样嘅问题，通勤是系先宽步曲了。系啊，一般来讲啊，迄堵到安尼住家旁边有可能做生意啊，其或无做可能迄家庭工厂，有其迄个上动态动潮的话，你做做请环保局人来取缔啊，家条会依据噪音管制法的规定，伊来测量啊，然后测量后发现真的有超过安尼标准值的规定的话，其就会开罚。该做人为种该放心吗？哦，另外一种呢，可能就会针对安尼比较不容易测量的声音的那种情况。简单来讲，就会像你就一开始讲的，比如说流单的声音这里啊，某种音发出改善。对啊，某种冲过的上、天色上，有可能好不容易请的环保局人来，结果给删住模，比如测量不到，这种比较紧急，然后比较不容易测量的情况下，你也会建议请警察来天数处理啦。那警察的其实家条就会依据安尼社会秩序维护法的法条来去处理。系啊，像社会秩序维护法一篇第72条就有规定讲，你还有制造噪音啊，某处深夜喧哗啊，比较懂吵啊，有本太假吃都懂吵，妨害安宁的情况啊，轻重就会不能罚6000元。6000元每亿度呢？不过假使讲爱动排泄啊，一甲请警察会降到会本领啥动脑耳啊，你系咪系咪做得是请该材料地陪度该管委会来停收呢？系啊，一般来讲，你有一枪警察来处理零杀的事情的时候，有时候会知道好像撕破脸那种感觉。系啊，动排泄。系啊，动排泄。其实没做对，还有 BMV 的方面做一枪 BMV 的人来停数，因为公寓大厦管理条例第16条其有规定讲，独到安尼住户之间有安尼老龄啊，就是声音很大，影响邻居的情形的时候，其实 BMV 也就要有经营为了天数处理安尼的事情，也就其实每做在透过管委会也就去请警察来处理，安尼就大家比较好看一点。所以其实最每该方法系强弱该，不过动往事如管委会来停收是错的。该你拄到了3种情况，请宽步曲写噪音防治法，请警察写社会秩序维护法，某是系请管委会停收。该你3种方法通情都试过咧，还总得我讲个3哦。唉。深深叹一口气，真的有人就会安尼记住犯唔会讲，系啊，真紧有情况很恶劣，真的堵到安尼的时候，真的没办法，就这样请法院来协助处理啦。那法院也就会透过法律的强制力去规范，去强迫他去执行，对，就是要改善周遭环境。那不过走到这一步，其实就已经懂麻烦。嘿，糖都发展时期都遇到从世界某是动难呢，所以千金难买好零啥，大家喊起来注意，唔好一个变做该动超应该零啥了。今日法律该谁但眼是都两片动好，你怎么该眼是走得去看复起来嘞？某是去你哈家铁是推介面数。YouTube 是请赞发落了，法律理论，张来了。